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台東的下雪山影，即擺當咧大出，伊有愛文山影的口感，有土山影的芳氣，有金峰山影的甜度，和俄羅斯山影界的 LV， 有真濟民眾是食甲俄羅甲搭子。台東下雪山影一個切開，金黃色果子肉甜閣厚汁，一喙甲咬落去，會當感受到真油的果子肉甲真厚的芳氣，真濟鄉親喜歡。甜度酸度剛剛好，然後吃起來 QQ 的，然後很甜。熱天來一個下雪真消暑，這款山影根據了解，伊佇5月份到7月上旬成熟，有愛文山的口感、土山的芳氣、金紅的甜度，口感層次真豐富，皮甲果子肉是金黃色的，真大粒閣飽甜。外界講這是山影界的 LV。佇果子園內底，農友透過紙落啊，佇詳細觀察，那這個山影油青長黃，就表示講會當甲辦啊。後面的袋子紅色就可以了。哦，就這樣就代表它熟了，所以它就還沒有顏色出來。哦。農友講，去年下雪山影開花結果的時，拄着風颱甲大雨，所以講結果率減3成。加在是今年採收的時，毋若無風颱，天氣嘛真適合，上市的山影，逐粒就是香甜可口，閣夠甜。每年我們到產季的時候，我們都會自己試品質，試到 OK 可以，我們才會出給顧客。業者講，下雪山影伊的介紹是一般山影的幾下倍，抑過依然有一定的市場。即馬開始大出啦，熱天時啊，想要食到這款的山影，咱鄉親就愛把握時機。